今天是2004年11月14号，藏文课第5课，藏文文法课第5课。先复习，从哪儿复习呢？从第8页第一句开始复习啊。捏缺你他达给海金敌人，捏缺你他达给海金敌人，捏缺你他达给海金敌人，捏缺你他达给海金敌人。这那塞不多带玩送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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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按道理说，这个 sep 这个波呢不要发出来，就是做一个口型就行了。所以有时候说快了就发出来了，这个就是尽量给它不发出来。这那 sep 多带玩送哦。这那 sep 多带玩送哦。切数上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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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丹西马一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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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拉帕马约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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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剑给打给菩萨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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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页第一个，撇给，克给，绿给，特给，均给，卢给，虫给。这个虫呢是二声，就是直接往上扬，但是因为后边跟了一个轻声呢，它会自然的有一个下垂，这个跟那个第三声实质是不一样的。就是虫给。就是自然的形成后边好像下来了，它并不是第三声的下来，这是这个，但是它有这种现象哈。单给，当给，塞给，女给，大意，带，大意，带，长塞普木，长塞普木，kim菜给帕朗。kim菜给帕朗，带杠巴，坦白确，正法就是神圣法、真实法、微妙法。韩老译成妙正法，你去体会这个字的这个含义去。到你这个就是读经的时候啊，它有很多含义，在这个句子里头具体这个坦白取它的哪一部分，或者是重它的哪一部分含义，所以不要把一个词啊就是理解死了啊。它后边这个咱们是加上的啊，塞给总部，这是它印刷给漏了一个，强求这部，强求给这部，强求菩提这部果，这是很常用的啊，菩提果。七桌卡塞米沙维钦，七桌卡塞米沙维钦，慢慢读的多了就反应过来。七桌下午，卡塞食物，米沙不吃的戒律。下午不吃食物的戒律，慢慢那个脑子也反应过来了。多读自然就形成一种自然反应，越来反应越快，在读经的时候就方便了。10页是上边那个刚才这个套呢是这个叫属格，就是加一个的，就是咱们拼音教材里有学的那个的，加上的就是属格，属于谁。现在这个呢是句格，就是属格上边再加个撒，就变成了句格。句格就是拿这个词当工具，但是注意藏文的特点就是它经常这个格啊不是光加在这个词上的，它还包括这个词前边的词组，还包括这个甚至还包括这个词所在的句子。
整个这个句子是一个工具，有这种可能性。下边来读啊，缺给，克给，驴给，特给，均给，路给，冲给，单给，当给，三给，女给，大一，带，大一，带。给别米腰间提赛，注意这个腰要读一哦腰，不要读腰，也不叫约，一哦腰，腰。给别米腰间提赛，给别米腰间提赛。下边那个俺了在塞帕麦可汗索马热情，这个句子长一点，咱们分开读啊。帕麦呢就跟一遍啊。俺了啊，我刚才读了那俺来吧，俺了在塞帕麦，可汗索马热情，俺了在塞帕麦，可汗索马热情。再来一遍啊。俺了在塞帕麦，可汗索马热情。连一下试试啊。俺了在塞帕麦可汗索马热情，俺了在塞帕麦可汗索马热情，俺了在塞帕麦可汗索马热情，俺了在塞帕麦可汗索马热情。不错，再来一遍啊。俺了在塞帕麦可汗索马热情，俺了在塞帕麦可汗索马热情。不错，这是上一次学的最后一个句子啊。这个然后呢就跟着周老师那个录音这个读。有人建议我再读一遍，这个晚一点吧，那个我也得熟悉后边，就是连单词带句子，在那个周老师那个就是录音机录的那个杂音有点杂音，不清楚一点，有时候塞在耳朵里头那个不方便。那个我可以这个就是以后也可以考虑再录一遍，那个晚一点，咱们就先听着这个周老师这个跟着读。周老师读的比我准多了，老师。好，咱们下边再接着来讲。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句格，句格呢它干什么用？第一种呢，你看就先看那个第一上边呢，句格名词除表施动者外，就是它是动作的发出者，还表与动作有关的这个工具，就是主语，他拿一个什么东西来对这个宾语做动作，他拿的那个工具可以用句格。材料就是使用的材料，原因他由于什么原因，这个主语呢由于一个什么原因他去做一件什么事儿，这个原因也可以用句格表示。方式就是他用什么姿势，用什么姿态，用什么方式来做这件事儿，也是用句格表示，这些里头都有工具的意思。姿态，什么方式，什么样子，什么姿态，这个句格呢使用范围比较广，咱们具体的情况通过这个在句子里头使用咱们来体会。你看这个第一个呀，就这个第一个是给别米腰间提赛，就是给别是句格，就是这个国王。这个句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语。主语在什么时候带句格呢？就是谓语是及物动词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动作是涉及到另外一个东西，它有宾语的时候，有主语有宾语，这个主语宾语都可以不变格，都用主格表示。但是有时候呢，这个如果这个就是你看不清的，可能主语跟宾语
混了，就是究竟是他打他呢，还是他打他呢，搞不清。所以呢，凡是及物动词，这个主语呢就带一个句格，就是由他来进行这个动作，这样呢，你主语宾语就搞不混了。像这个呢，杀人，杀就是及物动词，他要杀一个对象，所以谁杀谁呢，就是带句格的那个人呢去杀那个不带句格的，不带句格是宾语，带句格是主语。所以句格的第一个作用表示主语，你看在句中做主语或状语，做主语就是表示他是施动者，发出动作的人，这个呢就是这个做主语的。状语就是指的后边做工具的，就是这个主语他做动作的时候的一些附带的描写，有工具意义。这是第一个做主语，句格做主语。第二个俺拉在塞帕麦又是主语带句格，帕麦帕妈是父母，这是主语，父母做动作，所以呢给他带一个句格。这个父母有个形容词是在塞的父母，在塞是个人名了。然后俺拉是什么呢？是状语，就是说给谁，这个父母他对于谁来做这个，对于我来做这个动作，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最后动作都在最后，就是动词都在最后。秦做了一个布施给的动作，给什么呢？它还有宾，这个也不叫宾语，也可以叫宾语吧，也可以叫状语啊。那个不显示，没事，不管他做事业。然后这个给他给了什么呢？给了是缺哈姆，缺是衣服，哈姆是鞋，给缺哈姆。缺哈姆呢有一个形容词索玛，就是新的衣服和鞋。它的形容词是跟在主词的后边的，除非这个形容词啊是带那个的字的，带的字的形容词是跟这个带的字的形容词呢是跟这个汉语一样的，就是不用动，跟汉语一样，就是放在这个主词的前头的中心词前边。现在呢现在这个形容词呢是不带这个的字的，所以它都放在中心词后边，记住这个习惯。新的鞋，衣服和鞋。人是一个这个代词，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美衣，衣服也给了一套，鞋也给了一双，美衣，各衣，这个人是各衣的意思。这样这个句子里头呢，主要分析就是什么呢？主语带句格，帕妈是主语，帕妈给了我鞋，那个衣服和鞋，这个帕妈是主语，主语带句格，衣服和鞋是这个宾语，所以呢不带格，不变，主要是表示这个意思。这是做主语的。咱们来再看这个主语呢，就比上边那个主语呢复杂一点。上边主语就是国王，就是一个词，就是这个撒就加在国王这个词上。现在呢，它这个撒呀，等于是加在帕妈前边这一个词组，就是在塞的帕麦，它这个句格呢管这一个词组。咱们再看下一个句子，下一个句子呢。因为以后的句子啊都比较长了，咱们就第一遍就不闯了。原来记得短闯一下，咱们就先讲，然后再读。哈瑞是什么呢？哈瑞啊是一个地名，是一个就是地方的名字，叫哈瑞。赞丹啊，这个赞丹是什么呢？赞丹就是旃檀，旃檀香。那不是有旃檀香吗？旃檀，赞丹就是旃檀，发音比较接近的赞丹。这个旃檀木，旃檀香，这个就是旃檀就是一种树了，是吧？旃檀树，赞丹就是旃檀，你们会写哪两个字哈？自己会写。桑包是一个形容词。是好的意思。你看这个形容词形容谁啊？它是形容它前边的那个东西，记住，因为它不带的，所以它一定形容它前边那个，形容赞檀的赞丹的。咱们先看这个主语啊，主语是什么呢？说这个主语就是赞丹，
就是这个旃檀。这个簪丹呢，一般说它是代表树，但是呢，它经常人们呢是这个见旃檀树很少了，一般是指香，直接它就不说香了，它实际上就是指旃檀香。这个旃檀香呢，这个嗓包就是好的旃檀香。哈瑞是什么呢？是产地，这个就是这是可能是藏地呀，或者是印度啊，反正就是他们知道的一个。一说哈瑞的旃檀那是最好的，就是有名的那个著名产地。说这个很好的这个哈瑞这个地方的旃檀呢，这是主语，就这个旃檀香是主语，后边加一个什么呢？夷，这个夷这个不加撒是属格的意思，加上撒就变成句格，也就是说整个这个旃檀这个给加了一个句格，整个这个句子加了一个句格，哈雷这个簪丹嗓包整个加了一个句格，就是这个簪丹用这个簪丹呢做主语，用这个簪丹干什么呢？干什么？你就看最后一个词，它动词都在最后，就看最后一个词。且能啊是一个助动词，能干什么？它不是主要动词，它是个助动词。能干什么呢？动作还在前头。塞哇是什么意思呢？是消除、消灭，除去，消灭、减去。塞哇前头好像出现过这个词，这个塞哇消除。这个助动词就是能，就是这个且是做，且是做的现在时，表示能做，表示有这个能力，能消除。在这个能跟消除之间呢，加了一个然。咱们说过，然是拉丁的一种形式，就代表拉，就是能做什么冲的那个方向，它给加一个拉，就是能消除。能做什么呢？能做消除这件事，中间加了一个拉，就是冲着消除，能够去做消除这件事去，能消除。能消除什么呢？前边是宾语，宾语是什么呢？是侧动。第一个字擦，擦是什么来着？咱们学过，擦是疼是吧？擦是疼，刺痛。这个懂是什么呢？懂就是苦，痛苦、折磨、难受。擦是刺痛，懂是痛苦，合起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身上的这个难受啊、痛苦啊、烦恼啊，反正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呢，这是宾语，这个整个句子呢结构就出来了。这个主语是簪丹，用这个簪丹呢能消除烦恼，能消除痛苦，这个身上的痛苦。然后呢，痛苦前头有一个属格叫驴给，驴是身体，给是的身体的这个痛苦。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是说，好的簪丹呢，它能够消除身体的痛苦，这是直译。咱们这个下边的翻译成什么呢？好，它翻译成优良，这就是你翻译的时候啊，你要看什么东西。说这个人呐是这个好人，你就翻好人。簪丹木，他就说他质量优良，他就翻优良，这是这个具体在这用的时候翻成优良。你翻人的时候就翻优良就不好了。优良的白毡香，这个为什么白毡香呢？可能这个产地出的这个毡檀呢，就是白毡檀木，出的这个毡檀，可能就是叫白毡香。能消除身上的闷热。你看，这个侧动本来是苦、痛苦、难受，它这个根据这个毡檀呐，你一染上这个毡檀香啊，它主要是消除人的烦躁、
烦闷，这个消热恼，它能使你感到清凉。所以他这儿把这个痛苦啊直接具体化为一种具体的痛苦，就是旃檀香呢能消除人的这个烦，它叫闷热。有可能这种旃檀啊就是这种作用。因为在印度啊，西藏当然不，西藏不热了，在印度啊，它那个非常热，它就要想很多除热的方法，什么涂油啊、洗澡啊、扇风啊、点香也是一种，它就能使你感到清凉。所以呢，它这个痛苦呢，这个意思本身不是闷热，但是它意思本身就是痛苦，但是它这个痛苦呢，它在这具体化为一种具体的痛苦，就是闷热。这是翻译技巧问题了。句子意思明白了，结构也明白了。主语带了句格是单单，谓语是塞瓦尔切能消除，宾语就是侧东，因为那个咚是闭元音，就是嘴张的小，擦你擦东就那个这个嘴要变化很大，所以呢这个开元音闭一些就变成侧东，好读一些。咱们来读一读试试啊。先读前半句，哈瑞赞丹桑包伊，哈瑞赞丹桑包伊，驴给车动塞瓦尔切，驴给车动塞瓦尔切，再分读一遍啊。哈瑞赞丹桑包伊，哈瑞赞丹桑包伊，驴给车动塞瓦尔切，驴给车动塞瓦尔切，咱们连一遍试试啊。哈瑞赞丹桑包伊，驴给车动塞瓦尔切，哈瑞赞丹桑包伊，驴给车动塞瓦尔切。行啊，在底下练过吗？没有。还行啊，再来一遍啊。哈瑞赞丹桑包伊，驴给车动塞瓦尔切，哈瑞赞丹桑包伊，驴给车动塞瓦尔切，哈瑞赞丹桑包伊，驴给车动塞瓦尔切，哈瑞赞丹桑包伊，驴给车动塞瓦尔切。可以。这个语言没别的，就是要多读。这个行后边这个括弧里头行是什么呀？树。这是这个呀，是那本书的名字，就是他从这本书里头选出来的这句话。像这个上一句弥是什么呀？人。实际上这是什么呀？米拉日巴传，他就取了一个弥，是他名字的那个传的那个第一个。那个宰塞父母给他新鞋呢，就是米拉日巴自己说的话。下边咱们再来分析一句啊。宰塞是米拉日巴的未婚妻。哦，你刚看过呀，还是？不是，我记得看过米拉日巴传，这会儿才想。那有可能。我看的太早了，那个回头我讲的时候情节回忆的不对，你们补充啊。我是刚学佛的时候，那个谁的那个文章说，那个叫那个翻译那个翻译家叫什么来着，很有名的，他的文章他说推荐你们一定看看《米拉日巴传》，然后赶紧跑到那个刘同中买了一套，回来一下就看完了，看得也快。现在已经都好多情节记不清了。这个咱们再来分析第4句啊。现在还是说这个做主语做施动者。你看这个做施动者做主语啊，刚才那个簪丹啊，它不是人，它是这个簪丹香。簪丹呢它也可以做主语，就是由簪丹如何如何，它位置是主语，它就是施动者，它能干什么，不一定是人。看第4句啊，Yup，你们也可以跟着读啊，这个可以练习了。这样的话，至少是练习一遍。再一个你，也这个，
耶是什么呀？学过吗？没有。父亲的敬语。耶，哎耶，这就练习了发音了。父亲的敬语。耶，这个耶后边呢是什么呢？是这个耶的名字，就是父亲叫什么名字呢？叫米拉。哎，米拉，这个叫名字，这就不是有意义的了，所以这个拉就不是虚词了，就是他俩米跟拉的意义就平等了。名字嘛，反正有个音就是名字，所以就按照双音节读。米拉，哎，这个米拉，这就是那个米拉日巴的这个，哎，这不是米拉日巴的啊，是啊，米拉日巴加的那个姓了，就是。下边一个啊，谢热，谢热，你看这个谢是什么呢？谢是知道，谢就是知道，它是动作，就是你去知道一个东西。热是什么呀？热不是非常、十分、最、极、上、好，哎，它是这个加强的。说十分的知道，非常的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佛教说的智慧，般若。哎，谢热就是我们佛教说的智慧。非常，佛教说的这个知道啊，跟一般的知道不是一般的知道，是非常的。它非常在什么地方啊？一般世间呢，说我研究客观物质世界，我研究物质啊，我把物质结构什么夸克研究出来了，那物质根本就没有，你去研究物质那叫愚痴。所以你能研究出夸克来，他研究不出来，只能说你比他聪明，那不叫智慧，那叫傻，那叫这个无明。佛教的这个谢热非常的知道，非常的这个知道什么呀？就是我真知道，跟一般的知道不一样。所以佛教的般若，佛教的智慧啊是什么呀？我知道真实。首先的意义就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见的都是假的，没有一样真的。你必须把这个假象破除掉，你才能见到真实。所以谢热这是佛教专用的智慧，叫般若。为什么咱们汉文翻般若不翻知道？就是怕你跟凡间的那个聪明的知道混了，就以为佛教也是学知识，完全两种智慧啊，完全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佛教认为是真实的，就佛教说那是假的、虚妄的。世间说佛菩萨什么鬼神都没有，那都是神话故事，哎，说没有的，佛教说那才是真实的，哎，佛菩萨才是真实的。所以这是谢热的意思，以后这是用的最多的一个词。谢热，下边一个词儿，他这个名字还没完啊，这个他的名字姓是米拉，名字是谢热，后边还是他的名字叫检参。这个给是跟那个给包的给是一样的哈，是什么意思来着？胜利，记得吗？给包是什么呀？是胜利者，哎，胜者就是胜者为王，记住这些，把这个联想啊都记住，哎，你就记住了。给是胜利，参是什么呀？参是标志。佛经里头经常翻一个叫相，韩老译的准确一下叫标相，标志的标相就是一种表征象征。你比如说你看三学读书会画一个这个和平鸽，这就是三学读书会的参，就是它的标志，它的一个象征，它的一个叫品牌，就这个意思，哎，就是它的一个表示。胜利的标志，胜利的一种这个表示是什么呀？床，就是一个毛巾的巾，一个童子的童，床是什么呀？床就是那个寺里头那个大殿里头上边挂起来竖着这个一大长条，有头尾都有一个那个翻哈，哎啊慢啊，
床就是指的是吧？一个高杆子竖起来，然后上边那个三角的绳子挂着一个木杆，木杆下边一条这个布，然后下边还有一个木杆，这个布上写上一些这个字，这叫床。这叫床。短了呢叫幡，就跟旗帜似的，那叫幡。慢了那就是那个佛前边那个那样的布。床是那个哎，胜利的标志，就是你比如说打了大胜仗班师回朝，要举什么呀？要举那个床。哎，得胜旗，对啊，写着这个什么，谁知道写什么呀？写点欢庆胜利的话啊。这从那个得胜门一入啊，这叫床。床是胜利的标志，你看胜利的标志，胜利的标像，哎，就是那个举个旗子，就说我胜了。你看这个父亲，这是米拉日巴的父亲吧？应该是。你看他被严重疾病缠住，这就和他父亲死得早嘛。正因为他父亲死得早，所以才有他这个出家因缘。哎，你看他这个父亲的名字叫什么啊？米拉谢热根参。他跟那个汉语不一样，咱们汉语都是固定的有字的，他这个可以起好多好长啊。咱们看啊，咱们读一下试试啊。米拉谢热根参，米拉谢热根参，米拉谢热根参，米拉谢热根参。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米拉是姓了，这必须得有了。然后是因为他爷爷就叫米拉，所以他叫米拉。然后呢，这怎么翻呢？智慧床，或者要是按汉语说，名就是俩字，就是慧床，是吧？米拉慧床。哎，你要是翻4个字也行，是吧？反正你就这个字那随便翻了。哎，你看他这个翻的呀，叫喜饶兼赞，他不翻意思。他翻那个译音，这也是汉语翻译的一个习惯，就是为了表示它是名字。你要是翻出意思来啊，有时候人们就变成句子的意思了，就不知道是人的名字，所以经常把人名翻成这个叫译音。译音还有一个好处呢，它可以在读原文的时候呢，很快就找到原文。其实译音也有一个不好处，就是也不好记哈。有时候你翻成那个意思啊，反而好记。你看他的父亲呢，叫做喜饶兼赞。喜饶就是什么呢？就是谢热，喜饶。兼赞叫兼赞，兼赞。哎，那个班禅大师的名字里头也有这个兼赞，是吧？确吉兼赞。确吉是什么呀？确是法。哎，吉是那个的，是那个属格。哎，确吉兼赞。确给哎，对，法床，正法之床，哎，确吉兼赞，确给根参，这是译音。米拉日巴父亲的名字出来了，再跟父亲连起来啊。耶米拉谢日根参，耶米拉谢日根参，耶米拉谢日根参，耶米拉谢日根参。这是主语。注意这个主语啊，你看主语不用句格了。这个主语不用句格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原形格。哎，就是原形格。这个主语是谁呢？这个主语可以说是耶，就是父亲，是吧？然后这个名字呢是说明这个父亲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所以这个主语就是父亲。或者说这个主语呢是这一串都是。这个父亲的名字跟这个父亲跟这个父亲的名字呢叫同位语，就是他们的位置相同的都是主语，都是主语位。哎，他们俩合起来是主语，也可以这样讲。这是主语。动作，你看以后看藏文啊，一开始看找到主语，第二个你直接就先到最后去找那个动作去，先看主语干什么。主语干什么呀？行是什么呀？行是抓住，抓取一个东西，拿一个东西，抓取。哎，抓取是这个行的意思，这也是一个很常用的动作。
我们说有能取所取，取就是这心，哎，我能取，那个东西是我的所取，都是这个取，心。说这个父亲呐，抓住，是父亲抓住了，还是父亲被抓住呢？那要看这个具体句子的情况。现在呢，你看这个抓住前头是一个己啊，是一个 key， 这 key 是什么呀？是句格的那个一个叫格助词，是吧？这就证明什么呀？这个抓住的动作呀，是这个东西发出来的。这个他父亲是被这个工具抓住。现在这个就是说，证明他的父亲呢被抓住，被谁啊？被这个句，被这个工具抓住，被句格抓住。咱们看他父亲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他一加句格，这就成工具了，就是由这个抓住，由动作是由他发出的。看他这个被什么抓住啊？这个他这个整个画的这个下边画的这个横线呢，表示全部这些横线上的都是这个句格所包括的，就是说他的这工具啊，这个句格管这一个词组。第一个词叫什么呢？叫妞。你看读的时候啊，妞，他那个鸡字是娘，是二声，娘他那个一加前加字上加字变成平声，是吧？所以读这个妞。妞是什么呀？妞就是病，妞就是病，很简单。但是呢，也是一个敬语。你后边画一个括弧，写一个敬字。他这个藏文里头啊，语言很这个精细的啊，有一套敬语。这个敬语跟这个说平常人跟说这个他尊敬的人呢，用的那个名词动词什么都不一样。有一套敬语。这个妞是病的敬语啊。米拉日巴的父亲得病了，得的也是妞，不是一般的病。后边啊，插包是什么呢？插包是厉害的，严重的，这个很厉害，程度很深，严重，厉害严重，插包。这个瓤喜，这个瓤是非常加强的意思，非常相当，就是这个加强的意思，就是这个十分，瓤。插包是非常是厉害的，瓤是非常，这个喜是某一种非常倒着往前了，某一种瓤非常厉害的病，就是说父亲被某一种非常厉害的病给抓住了，给控制了。你看他意思说，父亲喜绕坚赞，为就是被了，为以非常严重的疾病这个缠住，给抓住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病呢成了工具，就是由他抓，由他来做，用他来做，用他把这个父亲给抓住了，用这种病把他抓住了。句格的意思，反正你记住，它就是施动者、工具、方式、原因，什么就是非常广泛。主要你就用那个工具这个联想来联想它这些作用。咱们来这个读一读试试啊。先读名字吧，就从名字这分一半。耶米拉谢热检餐。耶米拉谢热检餐。咱们再加上那个提，因为提是这个那个，就是指他，这是代词，这也是同位语，等于这个主语有3个同位语，就是他就是指他父亲啊，他父亲他被一种病抓住了。咱们重读啊。耶米拉谢热检餐提
叶米拉些肉跟餐体。好，下边是背并抓住，咱们读啊。用西查包让西给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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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s 后头不加音，思音心，心这个在汉语里头是没有的啊，心，哎，再来啊，用西查包让西给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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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米拉些热跟餐体，用西查包让西给心。叶米拉些热跟餐体，用西查包让西给心。我读得快了啊，在第一遍得慢点啊。叶米拉些热跟餐体，用西查包让西给心。叶米拉些热跟餐体，用西查包让西给心。再来啊，这个要下决心啊，能会读了就是个熟练嘛，把它拿下，咱们试试啊。不要怕那个慢，你就一个词一个词读，那个跟大家合不上没事，坚持把它读下来试试啊。因为每个词我们都认识嘛。叶米拉些热跟餐体，用西查包让西给心。叶米拉些热跟餐体，用西查包让西给心。好，咱们再来啊。叶米拉些热跟餐体，用西查包让西给心。叶米拉些热跟餐体，用西查包让西给心。好，更熟练了，再来啊。叶米拉些热跟餐体，用西查包让西给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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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咱们也不一口吃大胖子啊。再学一句，咱们多学一点，下边你们就有的听了啊。再学一句，这是讲句格。再看句格的第二种使用，说句格还可以做什么呢？做及物动词的状语，就是有宾语的这个动词的状语，表示做所用的东西的表动作所用的东西，就是这个及物动词这个动作呀，它要使用一种工具，所用的什么东西呢？你看啊，工具就是这个动作，它要使用一种工具，器官，人的器官，动物的器官，材料，或手段，都有工具的意义。就是说，你用这个东西才能完成这个动作。你有这个工具，有这个器官，有这个材料，有这个手段，你才能完成这个动作。这一类的都可以用句格。说这个句格呢，一般位于宾语之前，主语之后，就是说完主语，然后就说这个工具，然后呢，最后是那个动词，这个动词前边是宾语，大概是这么顺序。就是说，先说主语，然后说这个主语用什么工具，对于什么来进行动作，最后说那个动作的那个动词，这是它一般的顺序。咱们来看他举的例子啊。哑巴，鸟是什么来着？鱼。它这个形状很鸟，很像一条鱼，你就记住鸟是鱼，哑巴也是鱼了，哑巴就是名词化的那个带巴。塔是什么来着？复数。复数词就是门很多，
哦，我说错了哈，伢是渔，伢巴是渔夫，巴是那个人，指人了，名词化指人了，渔夫，渔夫们，渔夫们，后边加个 key 成是句格，渔夫们成了什么？成句格了，就是它成了那个主语了，是吧？就是及物动词的主语带句格，这个带句格了。这个，这个时候我想起来上一句啊，上一句实际上它这个。这是及物动词是主语的那个。你说哪个？上一个那个 be 是这个，就那个病啊，病是主语，行是谓语，那个他父亲是宾语，被抓的是这样一个那个结构。这儿呢，渔夫们是主语，咱们看他这个，他那个动词啊，你可以到最后行跟他一样，也是抓，动词是抓。然后你看啊，主语后边呢就是工具，工具是什么呢？叫伢盖是工具，伢盖是什么呢？就是渔网，伢盖就是渔网，伢是鱼，这个夹不加那个撒呀，夹是什么呀？夹是这个面积就是一个面儿。实际上就是指的那个一个网一个面积，加起来就伢盖就成了这个渔网。伢盖啊，这个伢盖是渔网，然后它加一个那个撒，就成了工具，就是用渔网。注意这个句格呢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个呢。他给这个东西加格助词的时候，他可以带一个点后边加一个的字，加个撒啊。他还可以什么呢？不要那个的字，直接把这个撒加到那个单词上，这也是句格的一种形式。像这个呢，就是他不要那个的，他把那个撒直接加到那个单词上，加到最后那个词上，成了伢盖。这是渔夫们用这个渔网。后边呢，注意啊，是。我刚才说错了，这个行这个动词还不是那个这个主句的主语，它是后边伢盖后边是伢，这就是宾语了，这就是被做的对象了。动词是谁啊？是句，念一下句，到时候就是反映它的读音。它这个句是什么呢？句是那个就是那个捕鱼捞鱼那个，就是捞鱼的捞，下边有那个字，你就那个这样来想一想，就是由渔夫们用渔网呢来捕鱼，渔夫们用渔网来捕鱼。这个乃是什么呢？乃有很多意思，如果当名词讲啊，就是青稞，就是那个西藏的麦子。西藏的麦子青稞跟咱们麦子怎么不一样呢？它是一种耐寒的，它那个也不过冬，好像青稞过不过冬啊？反正就是说跟咱们的那个性质不一样的一种麦子，青稞。这个乃这是名词，它呢还可以做什么呢？虚词，就是一个语法上的虚词。语法上的虚词啊，最普通的意思是之后，什么什么乃就是在什么什么之后。最普通的是以后的意思。这个地方呢就是以后的意思，就是说渔夫们用渔网捕鱼之后，什么意思呢？就是渔夫们呐原来没有渔网，不知道用渔网，都可能是用什么鱼叉呀，什么反正就是用其他工具。后来呢渔网是中国发明的，后来传到了什么东南亚啊，这个渔夫们用渔网捕鱼之后，这个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会用渔网之后，所以呢那是之后。这个中国发明这个渔网这个人，这个罪恶也是很大了。这你看他发明这渔网，一用渔网之后怎么着呢？莽笃行，莽包是什么呀？
莽包是多，对吧？莽包是多的，莽就是多，土是那个拉顿，是这个就是拉的一个那个变体。莽度心是抓，就是抓的多了，抓的对象抓了很多，抓了很多。就是说渔夫们在用渔网打鱼之后啊，就抓的很多了，抓成多了，抓了很多，冲着很多抓过去，抓了很多，抓的多了，用咱们那个说就抓的多了。这个句子，咱们分析成分呢，哑巴塔给是主语，因为这个句呢是及物动词，所以它带句格。它这个画了一个方括弧，这个 key 画上方括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也可以带，也可以不带，也可以这个带，也可以把它去掉。这个或者是说呢，也许这个就是这个言语经啊，是不是这个有两个版本，有的带，有的不带啊，反正都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说主语是渔夫们，雅给是工具句格，就用了这个撒，加了撒句格。雅是宾语，是对象，动作的对象，句是捞鱼，是动作。所以这个句子呀是这样的，到这就完整了，就是渔夫们捞，这是动作，捞谁？捞鱼。用什么捞？用雅给，用渔网捞。这个雅给成了这里头一个状语，这就是那个做及物动词的状语。然后后边呢，他又把这个整个句子呢当成一个时间，就是乃不是之后嘛，就是整个句子当成了一个表示一个时间。什么时间呢？就是他们会用渔网之后，会用渔网，这是一个时间之后，这样呢就成了另外一个句子，就是乃之前是时间状语，就是什么什么好像尔时世尊如何，这就是说在这个之后，然后呢这又有一个新的句子，就是忙度心，抓的很多，抓的很多，这是等于是句子套句子，把前边一个句子当成一个新的句子的一个时间状语，当成一个成分。好，咱们来这个读一读啊，也是分两段，就到那个工具那儿吧。哑巴塔给哑给，哦。对，我想一下啊，是这样，如果这个塔呀是连读跟在那个后边的哈，周老师读的是大还是塔呀？没听，我就是你讲的时候说这个不读塔，要读大。不，这个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它是紧跟着那个名词的，就是它作为一个叫就是紧跟着的一个词哈。就是前边有词，它不是就是不送气了吗？读大。在这儿呢，我是把它当成两组词读的，就是在这儿我读的时候，虽然意义上是跟前头连着的，但是我是哑巴塔给，它还带着一个轻声，就是我是当成两组词读的，所以它等于跟前边分开了，不受它影响，它单独做一个词组读，所以这样读。我都忘了周老师怎么读了，咱们读了之后，咱们再来研究分析啊。先这么读，因为他要是一打头，他就得送气了。哑巴塔给哑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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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哑句呢忙度心，哑句呢忙度心，哑句呢忙度心，哑句呢忙度心。这儿的关系是哑是单独读的，句也是单独读的。这是两个词，不是按那个就是词组读的。那是这个虚词，之后是虚词，不是实质意义上词，所以读轻声。忙是二声，图是虚词，也读轻声。这样来读的。雅句呢忙度心，雅句呢忙度心，雅句呢忙度心，雅句呢忙度心。连一连是啥？哑巴塔给雅给。雅句呢忙度心，哑巴塔给雅给，雅句呢忙度心。
伢把他给伢给伢居内忙读心，伢把他给伢给伢居内忙读心，伢把他给伢给伢居内忙读心，伢把他给伢给伢居内忙读心。不错，这进步很快啊！再来，伢把他给伢给伢居内忙读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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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今天你们看，哟，我这个表已经到了，那个表慢一点，到12点没有？还有5分。咱们再学一句啊，再学一句。下边一句呢是这样，扒郎，前边刚出现过这个词儿，扒是这个母黄牛是吧？这个郎是公黄牛，但是这个郎呢不是那个郎是有这个那个上加字的，有些这个拉是下加字，但是呢扒郎合起来就是牛，就是黄牛了，总的黄牛。扒郎是牛，忒是代词，就是它就是指这个黄牛。一阿 K 估一是的是吧？它的实际上等于说那些黄牛的是吧？那些黄牛的。囊是内里，内刚才说了虚词是什么呢？刚才说了2个意思，一个是名词是顷刻，虚词是之后，它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之中，之中就是从，还有一个意思是从，从那个里头，还有一个意思是从头的从，俩人字儿，就是从什么里头不是从什么里头了，这是里了，从也是就是从什么里头，这个呢就是从牛群里，从牛群里头，从牛群里头出现什么情况呢 ？Q 翘，这是一个词儿 ，Q 翘，读一读，发音练一下 Q 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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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翘。Q 是什么呢？是群，就是一群羊、一群牛的群，一群人就是群字儿。翘是什么呢？翘是最棒的、最好的。翘是最好的，这个最高级的、最上的。翘是最好的。群里头最好的这个词组是什么呀？就是叫出类拔萃。出类拔萃者，或者叫这个用佛教的话叫什么呢？叫众中尊，3个人字儿，众中尊。这众中尊呢，也可以动物里头、人里头、3界里头啊，众中尊。这个就是这一群里头最好的吧，出类拔萃的、杰出的，什么反正你随便去这个自己想词儿，那个在句子里头翻译的时候，你随便可以想适合的词儿，就这个意思。哭翘是这个众中尊，就是什么牛群里头的那个众中尊，就是什么呢？就是牛王，牛头牛，你看他这翻的叫头牛，这个佛经经常叫翻什么呢？就翻这个牛王，为什么呢？这就是国王报，你在这也是国王报，你在这一群这个什么东西里头，一群鹿里头，一群狮子里头啊，你是王，这也是国王报。这个就是众中尊。这个记是什么呢？是一个，就是那个这个记它是简写的一个，就是真正的1、2、3的一呢，前边也有卡，它这个记就是简写一下，就是一个头牛，给句格。由这个头牛要做动作了，这个头牛是这个主语。给包是国王，
给布呢是王子，仆不是儿子吗？给包是国王，给布就成了王子。这个给等于是就简化了，把后边包去掉，给代表国王，仆代表儿子，国王的儿子就是王子。给包给布。董巴是瞎子，盲人，董巴。通呢，通是看见，乃是以后，看见之后，看见瞎子王子。这个王子跟瞎子这俩词什么关系啊？叫同位语，他俩的位置是一样的，就是说看见的那个呀，既是王子又是瞎子，他俩的位置一样，他俩并列。也可以说瞎子是形容古王子的什么，反正你无所谓，他就是同位语，就是说他俩的这个作用是一样的，就是都是被看见的那个东西。这个由这个头牛做了一个动作，看见什么了？看见那个瞎子王子之后呢，后边注意啊，又一句话，给必迷了，给不是王子，加开国仪是的王子的，迷是眼睛，王子的眼睛。拉是那个拉军是什么呀？就是冲着谁，向着谁，对着谁。这个牛呢，看见那个瞎子王子之后啊，他就对着这个王子的眼睛啊做了一些事儿。做了什么事儿呢？最后那个词儿叫答，答是什么呀？就是舔头这个词儿呢，念借舌头。这个舌头啊，这个撒不带撒就是舌头，就是借就是舌头，带上撒呢又是一个句格。他那画了一个底下画了一个横线啊，画的不长，那个横线应该画包括那个撒是加到借上的句格，借是不带撒的借是舌头，带上撒之后呢是舌头的句格，就是用舌头。后边那个动词答是舔，用舌头舔什么呢？方向，拉只是方向，只是他舔的方向。舔眼睛，舔谁的眼睛呢？舔王子的眼睛。最后那个缩是什么呀？句号。最后那缩是句中词，缩是最后一个单词的最后一个字母加上一个哪弱，就表示这句话结束了。整个句的意思咱们再来统一遍。牛群，那个牛群的里面，那是从那个里头有一个，既是一个，有一个牛王，有一个国王，有一个这个牛头牛。第是句格，由这个头牛呢看见了王子，通看见了给不呢还是一个懂吧，还是个瞎子，这个王子是瞎子。然后后边哪也是之后时间状语，看见王子之后，这个牛做了一个动作，就是答舔。用什么答呢？用借答，用舌头舔。用舌头舔什么呢？舔眼睛，舔那个王子的眼睛，说完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咸鱼经里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现在记不太清了。就是释迦做王子的时候啊，有一年呢，他出去是找宝啊还是什么，反正被人骗到一个地方，结果呢好像是被谁骗了呢？就是他的亲人，我现在记不清了啊，反正我大概给你提供一下这个，你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被这个人或者是他的兄弟啊什么骗了就是什么呢？把他的全部财宝全给骗走了，然后这个又怕他呢那个找回去要，把他眼睛给捅瞎了。这样的话就是让他找不到家，因为已经离家乡非常远了，已经这个在外国了，这个就给眼睛捅瞎，就是意思就是你在外边，我回去可能是他兄弟，就把他就等于他就成那个王子了嘛，就继承国王了，可能是这样啊，大概就是意思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国王这个释迦呢，这个王子呢，他被捅瞎之后呢，他这个善根好啊，他也不埋怨他也不哭天抢地，他也不怨天尤人，他呢就认为自己应该得这个恶报，
自己就这个讨饭呢。他讨饭还怎么讨呢？他就是好像一个什么谁给了他一个乐器，他就奏那个乐器，他奏那个琴，然后别人呢给他这个饭，然后呢他慢慢的往那个回走，慢慢的打听着问那个什么国在什么方向，慢慢往回走。他在走这个回到国内之后啊，在国内这个牛啊认识他，这个牛啊知道他是王子。你看牛比人还强，这个牛他走到这个地方啊，那个牛群里头这个牛王啊，他认识王子，他就走出来，走到他看到这个瞎子王子之后啊，他认出来，知道他是王子，他就用他的舌头啊去舔王子的眼睛，结果一舔呢，王子的眼睛就复明了。所以这都是因缘呐，这就是你做好事多，善报多，这就有这种福报。他这个牛就愿意帮你，而且他有这个能力。你不要看他这一生是个牛，他可能修行的很好的，他可能力量很大的，这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你就理解这个故事的意思了。咱们下边来这个读一读试一试啊，先断多一点。第一个咱们就这样吧，先断短一点啊，叫帕朗提囊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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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跷几个，苦跷几个，苦跷几个，苦跷几个。这个苦你就先发那个卡呢，再把啊换成乌 q， 苦跷几个，苦跷几个，苦跷几个，苦跷几个。有那么一个头牛，给不懂吧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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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啊，给不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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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打扫，借打扫，借打扫，借打扫。这个动词跟那个句格，这不能读成一个双音节，都要分开单独读。咱们再这样读一遍啊，帕朗提囊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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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跷几个，苦跷几个，苦跷几个，苦跷几个。给不懂吧通呢，给不懂吧通呢，给不懂吧通呢，给不懂吧通呢。给不迷了，给不迷了，给不迷了，给不迷了。借打扫，借打扫，借打扫，借打扫。好，音现在都读准了，现在咱们连长一点。第一次读到那个给，就是寄给呢啊，但是啊，帕朗提囊内，苦跷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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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不懂吧通给不懂吧通呢，给不懂吧通呢，给不懂吧通呢，给不懂吧通呢。整个这一句连啊，后边那句还要连啊，后边前头分账，后边读完啊。给不迷了借打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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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不迷了借打扫。好，咱们分成两段来读啊。帕朗提囊内，苦跷几个，给不懂吧通呢，帕朗提囊内，苦跷几个，给不懂吧通呢怎么讲？给不懂吧通呢，给不懂吧通呢，给不懂吧通呢，给不懂吧通呢。帕朗提囊内，苦跷几个，给不懂吧通呢，帕朗提囊内，苦跷几个，给不懂吧通呢。不要懂吧，懂吧，不松气了，给不懂吧通呢，给不懂吧通呢。
爬浪推囊内口桥几个给不动把通内爬浪推囊内口桥几个给不动把通内不错，能这个闯下来了。再来一遍啊！爬浪推囊内口桥几个给不动把通内爬浪推囊内口桥几个给不动把通内。哎，对了，我读完了我还读，咱们这样啊，带着读啊。爬浪推囊内口桥几个给不动把通内爬浪推囊内口桥几个给不动把通内。咱们再一起读一遍啊！1、2、3，爬浪推囊内口桥几个给不动把通内。下边给比米拉接打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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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遍试一试啊！爬浪推囊内口桥几个给不动把通内给比米拉接打索。爬浪推囊内口桥几个给不动把通内给比米拉接打索。这个不容易，这么长的句子，那个刚学会读音单词的意思，然后不容易。这就是咱们下班接着练，然后下节课呢咱们再复习。好，今天就到这儿。